2025年美國經濟展現出強大嘅韌性，預期2026年將會繼續擴張。2026年嘅主要推動因素包括超過1000億美元個人稅務退稅，以及企業投資嘅金融環境放寬、有利嘅稅務優惠同埋放寬嘅監管環境等利好因素帶動下持續上升。與此同時，我哋預期通脹率將持續高於聯儲局2%嘅長期目標。擴張性財政政策可能會減緩通脹下降嘅進展速度。此外，如果企業以緩慢而穩定嘅方式將關稅成本轉嫁俾消費者，通脹或會面臨上行風險，咁樣會降低我地區分一次性價格波動以及持續頑固高通脹嘅判斷能力。聯儲局喺2025年最後3次嘅會議中連續減息3次，但喺2026年，面對經濟增長保持韌性且通脹黏性較強嘅環境，我哋認為聯儲局對於進一步調整貨幣政策可能會採取觀望態度。今次減息週期有佢嘅獨特性，聯儲局目前並非試圖轉向寬鬆立場，而係轉向較少限制嘅立場，而且佢哋可能更接近今次減息週期嘅尾聲，而唔係開始。佢可能導致短期債券嘅收益率相比過去週期維持嘅較高水平，令投資者能夠鎖定歷史上具吸引力嘅收益水平，同時相對免受長期債券常見嘅價格波動影響。雖然政策不確定性持續透過期限日價為債券市場嘅較長天期部分帶嚟波動，但短期債券嘅收益率同貨幣政策喺近期展望有更直接嘅聯繫。此外，要記住好重要嘅一點，某程度嘅減息已經反映喺呢啲短期債券嘅收益率之中。事實上，我哋認為聯儲局喺2026年最終實施嘅減息次數可能少於目前收益率曲線已經定價嘅減息幅度。短期債券策略中常見嘅浮動利率票息喺咁樣嘅市場環境下能夠表現優於大市，因為佢哋一方面可以避開利率波動嘅影響，另一方面亦避免因聯儲局最終並未有落實減息而鎖定過低嘅利率水平。